我这样像他明吗？不像。呀，没有兵器也有别的，至少有一样脏东西肯定存在。什么？萧景乐小时候的口水。这次出去没给我带好玩的？无限盛产的梅子糖，给你吃。本王见了血腥就头晕，你还是快点招供，咱俩都少受些罪。谁来看你了？可好些了？哼哼，不用你来讲好戏。扭腰摆胯，挤眉弄眼，一看就不是正经人。皇兄，你怎么跟皇嫂一个样啊？锦明，我敬皇上一碗。父亲，儿子有话要问。哎，大哥。